乡亲啊，你支持死刑无？死刑是司法以剥夺着生命方式，针对情节严重的罪犯所进行的处罚。死刑的尊废是台湾社会已经争辩真久的敏感议题。2024年1月25日，宪法法庭公告受理死刑释宪案，包括现年72岁全台湾上高龄的死刑犯王信福在内的37个死刑犯共同申请审理。经过4月23日法庭言辞辩论，宪法的法庭伫9月20日做出着判决，认定死刑符合宪法，但是敢若适用上严重的犯罪，是对死刑设下着严格备道关卡。这将会对台湾的司法体系造成什么款的冲击？这37个死刑确定的个案，是不是因为安尼得到非常上诉的机会，换来无共款的判决？正义甲人权的天平到底要安怎来存在？咱带你深入来了解。与宪法保障人民生命权之意志当属无违。结果就是你要持续的去修补这个杀人的机器。双方都不见得很接受现在这个宪法的判决。一自觉这一点呢，会让死刑的判决相当的萎缩。这37位受判决人依照这些宪法裁定判决的意志，会有一些救济的可能性。其中以死刑为最重本刑部分，仅得适用于个案犯罪情节属最严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宪法最严密之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于此范围内，与宪法保障人民生命权之意志当属无违。2024年9月20日，宪法法庭针对死刑释宪案作出113年宪判例第8号判决，宣告死刑有条件合宪。不过，加害人必须是情节上严重的犯罪，精神状况无过样，而且审判过程需要一致决，才有可能判处死刑。释宪判决影响社会对司法的观感，死刑的条件愈悬，有条件合宪，敢是代表实际上会死？这会让死刑做出来的可能性就再进一步的降低。我们有看到一些人物的评论，他们说这几乎等同刑事自费死，我觉得这讲太快了。时间转来到2024年正月25日，包括台湾上济岁死刑犯王信福在内的37个死刑犯申请释宪，希望替家己开一条生路。现年72岁王信福是台湾上济岁死刑犯，案发超过30年也未复发。虽然台湾死刑也未废除，不过顶一届执行庆决已经是2020年。4月23日，宪法法庭进行辩论终结，5个月了后，大法官总算作出判决，死刑确定合宪，不过也有争议。如果宪法法庭坚守人权捍卫者的角色，宣示死刑为宪，将能够引领台湾社会超越复仇、吓阻的直觉反应，打破仇恨的循环，并且开启疗愈创伤的可能。但很遗憾，宪法法庭并没有这样做。宪法法庭今天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没有完全反省或是正视司法冤案的存在。杀人偿命，看准第一件物件啦，死刑定谳哪个变是我有诶无诶？那我现在绑票，我勒索了你，我把钱拿到手以后，我再把你杀掉，我认为这不严重，所以这个是你讲的。那个犯罪人他什么话他都讲得出来啊。常常失去亲人，岁月嘛无法度弥补。释宪案敢是代表死刑犯有机会倒死？2014年犯着强盗性侵杀人案的刘志明，过去5届被判处死刑，经4审改判无期徒刑。上关法院伫2024年10月7日确定驳回检方上诉，专案定案。刘志明正做113年宪判例第8号判决公布了后，头一个闪过死刑的案例。公布出来没关系，我称作最高滥冤，最糟糕的滥冤。你不能证明说抢钱，他就认为说你这个强盗杀人不一定成立。请问哪有这种的更审法？
大法官过去也曾针对死刑案做出3个解释案，都认为不抵触我国宪法。而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结果是引起正反双方强力反弹，因为死刑依旧合宪，但多了层层关卡。未来死刑若是要成立，被告就要是挑工杀人，法官阁要考虑到伊犯罪动机甲目的，手段敢有特别粗残，犯案结果敢有严重迫害性甲危害性，敢有符合上严重犯罪情节。在审判庭时，包括被告涉犯法条涉及死刑，侦查阶段就要有辩护人在场，案件3审嘛要强制辩护，而且伫3审阶段就要开庭审理。合议庭所有法官拢要同意经由一致决，才会当判处死刑。被告若是伫咧犯案的时有精神障碍、心神丧失者，袂当判处死刑；若是判刑了后，经过专业鉴定，认定有精神障碍、心智条件不符者，同款袂当执行死刑。可是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讲，就是跟现在的状况是一样的。好，他没有更进一步的去引导大家，就是往前思考这个问题。废死这一方面的声音，跟台湾的社会可能你说传统也好，文化上也好，大多数民众的想法，而且是长期稳定的想法之间的距离。中间有相当大的差距。除了屈服民意之外，那你也让这个判决的结果可能并没有让社会大众更没有办法真实的认知死刑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这2种价值体系的碰撞。死刑的准废是2种价值体系冲突。释宪案支持废除死刑的主要诉求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15条，人民生存权应该获保障。判决敢袂当伫生存权之上，就算释宪结果已经出来，嘛是同款引发讨论。这个命题是有问题的，就好像是自由权不能剥夺，对呀，你为什么可以关人家？这个不是侵害自由权吗？自由权难道能够剥夺吗？一样不能剥夺嘛。所以生命权就是一个最基础的这个人权，有些权利可以限缩，但它不可以剥夺。生命权它就是一个剥夺，死刑就是一个生命权的剥夺。举一个例子，就是1950年制定的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规定生命权里面，很明确的把依照法律、依照法院依法审判所做的死刑，这件事情其实是生命权的例外。他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开始废死，然后把欧洲人权公约做进一步的限缩修正。从这个历史的发展轨迹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说，生命权它到底保障到要强到什么程度，死刑到底构不构成它的一个合理的例外，这个就是我们争论的焦点嘛。头新秀短发，面无表情。2009年，女囚犯林玉如积欠2000万赌债，狠心杀害妈妈、婆婆和丈夫。律师却主张她行为能力只有7到11岁，以心智缺陷来抗辩。释宪结果嘛宣告，加害人伫咧犯案的时，若有精神障碍，也是其他心智缺陷者，拢总袂当判死刑。申请释宪的37人当中，包括林雨如、林旺林、辛基武，拢总符合条件。未来这敢会成做犯罪者的免死金牌。其实牵涉到行为的当时嘛，审理的过程、受刑的时候，那这3个环节其实都牵涉到说，我们要对一个人施加刑罚的时候，他能不能够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意义？其实意义在于说，我们要给一个刑罚，其实是能够要理解它意义的人去承受这个刑罚。对于一个无法理解这个意义的人，去让他去承受这个刑罚，有可能违反然后当代刑法理论的法理。像这种很极少数的例外，才会被排除在死刑之外。不，我们要知道，你把它医好，又可以行刑了，对不对？所以像这种的，我们的疑虑会有，但是我认为将来不会出现太多问题。释宪案对以后判决上大影响，也是伫各级法院合议庭法官就要一致决，才会当判处死刑。37个死刑犯敢会当伫其中找到生存甲救济希望？这个是会有影响的，因为里面只要有一位法官说我没有办法，我判不下去，顶多就是到无期徒刑而已那么其他的都还可以有一些这个，因为它模糊嘛，比较有抽象的空间。但是唯独这一点，也就是一自觉这一点我相信
会让死刑的判决相当的可束。宪法法庭也提到，其实如果确实他有一些认为也许没有一致决，他也可以请总长提非常上诉。我认为宪法法庭这一次的主文后面的几个教示、几个说明说要请总长再研议，这个方向平原协会必须给予肯定，因为这代表着这37位受判决人，他其实如果依照这些宪法裁定判决的意志，他会有一些救济的可能性。因为死刑是个绝对的刑罚，它剥夺一条人命不可逆，你无法让人死而复生，所以它必须所有的程序都我们叫超完美司法程序。可是现实社会不可能有超完美司法程序。执行死刑不可逆的特性，一旦执行就无挽回余地。死刑若到冤案并存，人权甲性命权拢互糟蹋。无论如何，对司法制度来讲，冤错案拢是不可承受之重。沉冤14年的江国庆案，上午正式宣判江国庆无罪。国防部会针对主动帮助江国庆的家属，依照刑事补偿法提出刑事请求的补偿。其实现在台湾的司法制度越来越强调误判零容忍，不能够容许有冤案的存在。但经过国内外很多的研究，以及我们台湾的实际的司法实务，我们知道冤案必然会存在，人的审判你无法担保不会出错。民国89年9月7号，法务部迅速判决对卢正执行死刑，3颗子弹结束了卢正生命。平原协会在参与救援的卢正案，很遗憾他在2000年就遭执行。那他的审判过程，我们现在看几乎是无法接受了。这个死刑审判太过草率，死刑执行也太过草率。那这个是24年前的台湾。那现在我们当然，我想以现今的司法审判标准，卢正几乎是不可能判有罪，不可能判死刑的。无论是已经洗清冤情的江国庆案，也是当咧救济卢正案，会是联名到达立场坚定。依照宪法法定释宪结果上新的解说，包括上济会死刑犯王信福，佮有台湾司法史上关押时间上久36年的邱浩顺在内，37个死刑个案拢有提出非常上诉的权利，短期内袂当执行。我也同时要跟法务部长讲，就是说他37个案件都需要审核。那他也需要时间，因此他不能在这个时候执行死刑。如果他在这个时候执行死刑的话，宪法法庭所做出来的这些判决就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上新的判决已经认定死刑合宪，不过废死议题未安尼就停落来。根据民调资料显示，目前有超过80%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宪法法庭说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实践。那我们要推动废除死刑，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努力，我们必须要尊重它。可是我们也寻求的事情是说，我们可以继续社会对话，继续深入的这个探讨。倘若仍然有高达80%的民意认为，你们法官是在干什么？你们怎么会这么样子的同情、保护这些非常恶劣的被告？我们要为他们的罪行辩护，他们真的犯了最严重的罪，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然后伤害了被害人的这个生命，然后因此，所谓的那种想法就是所谓的一命还一命的这种想法。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一命真的可以还一命吗？这个加害人的生命等同于被害人的生命吗？我不觉得。这件事情之所以会激起那么多的情绪上面的，你可以说大家为什么那么在乎？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公正应报牵涉到我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感情。其实一个人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刑罚，我觉得其实大家心里会觉得过不去。这是牵涉到我们认为这个一个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应该是什么？我觉得被害人的生命对我来讲，这是一个珍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不觉得你讲说你把加害者的生命赔给我，要是我是被害者家属，我无法认同这种对比。要呼吁的事情就是这个宪判不能够当成任何事情的绊脚石，
他不能说因此我不需要推动废除死刑，或者是因此觉得说我的对被害人的保障够了，所以我不需要更多的这个犯罪被害人的这个保护。那我觉得如果这样子思考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113年宪判里第8号判决，替台湾死刑做重新注解。看起来替死刑犯解脱的同时，受害者家属长期的心灵压力敢偌边啊！死刑的准废原来伫天平的两边有个人的立场甲坚持。若是用公理正义，敢有机会替公正判决，找到合理的解方、正确的答案？